好，基本伊當番伊就咧繞場到你綠色和平界教育傳染。一直來到節目底度，同大家來打嘴鼓吼。一直前後差唔多啲綠色和平做事做年人嘅，不過佢經講吼嘅熱情係真重要嘅吼，還有你愛對環保嘅議題要請大家了解啦、熱情啊，還有你會贊同啊，希望吼你做愛樣嘅事情做起來會吃到真艱苦吼。不過上一趟嘅節目 MD 有講到吼，其實一下台灣嘅污染係真嚴重，吼污染係真嚴重嘅。比如講家下講到你看農藥嘅問題啊，吼爸爸媽媽吼去買菜嘅時節會發現，而家講到吼嘅農藥，你嘅搶出嘅農藥殘留係全世界前幾名，這有嚇到我，有嚇到，哈，真嘅係安尼啊，因為其實比中國態度很高，因為其實當到農民佢冇錢買藥嘅，台灣就因為好嘅獎啊，所以講要太有冇，所以講就有安尼問題出來。其實講起來，因為你用嘅農藥嘅時間，你嘅搶水，因為你不會被蟲吃掉，哈，故說你嘅產量較大嘛，產量較大，因為這是供需嘅問題嘛，你嘅去嘅私創買嘅搶水嘅時間，你還是需要按樣嘅東西嘛。不過同你嘅鄉親朋友講吼，嘅有農藥嘅搶水還要較注意吼，因為農藥嘅分類還可以輕度哦，有些農藥是自然可以消失的，不過有一些是沒有，對人體是有損害嘅。好，其實更加重要嘅問題係今年近半年來到節目底度通睇下講嘅係氣候變遷，氣候嘅變遷呀，公司採訪以前啲學校讀書嘅時節嘅先生就有講講呀嘅全球嘅暖化係真重要嘅問題真嚴重嘅問題，故所以同學們要注意哦，我們做唔得造成嘅全球暖化嘅問題。現在這個全球暖化問題已經唔係像以前先生按簡單來講嘅，其實也係真正嚴重。係，錯，因為一下吼，就啲溫室效應問題同洋蔥嘛，所以講，就啲北極熊嘅棲息地嘛，問題係冇感覺嘛，所以講冇看到啦，所以講大家就冇安尼感覺啦。問題將有知道越來越好嘛，有，越來越嚴吼，就係安尼問題造成嘅，所以講大家關心啦，因為你看大家做得看一下安尼圖，然後帶來就是因為氣候變遷的問題造成溫室效應佢越來越大嘅，所以講佢什麼都侵冇食物啊，佢就自相殘殺嘅，這條白是當時有看到嘅，係啊，所以講人就立即要解決安尼事情啦。還有另外一點就係雨林的問題，一年當到原始雨林都條白都一下就俾人開始開採，都一下，所以講佢開採之後，跟二氧化碳咩越來越恐怖嘅，還有大量咩當到埋害係，越來越多台灣，你看上下全部變堅強，台灣都仲有用架勢。你會知道講一下你嘅屋下嘅打掃嘅時間，你會知道哇家裡的邊掃都清很乾淨嘅時間，講呢2日3日停，也冇做嘛嘅事情，講你再去清掃嘅時候，你發現你掃起來都是那種。你知道很像是那種衝嘅像是那種細的，對，細的，就是幽的，對，那種粉塵，你會覺得說奇怪，可是就表示講呀嘅埋害係真嚴重嘅，可是今日宇智說的是一個整體嘅問題其實講起來嘅氣候嘅變遷你會知道講，你講到嘅北極熊嘛，北極熊，然後青島嘅朋友會講，講啱嘅事情，有冇講啱嘅事情？不過有人會講這是一種這個物種的消失，其實唔係按簡單，大家會知道講，它的四季你以前有冇講過你台灣有春夏秋冬，哇，這個四季分明啲氣候嘅寶島有冇按樣嘅感覺？不過一下會知道講熱天嘅時節10年，每一年嘅熱天嘅溫度都創新高，越來越高。嘅冷天嘅時節清涼，比如講像係
亚章耶，会知道讲像日本有冇遇到大风雪？大雨啦，大风雪嘅问题。美国嘅东区，纽约美国嘅东区纽约这一片，东岸这一片的大风雪侵洋葱，就因日本嘅山梨县有冇山梨县哦？你知道那一边的这个大雪已经大到他们可以说日本这么历年来挑一拜按洋葱的问题，其实亚洲係氣候變遷抽成嘅，冇錯，吼，睇下唔係唔係按單純嚇，講哦啊嘅氣候變遷，古時候嘅白氣用吼，不是白氣用，唔係按簡單嘅問題。古時候你想看啊，係個這個整個這個全球暖化嘅問題按洋葱嘅世界，那麼北極嘅白用體嘅會抽成用嘅問題。其實北極嘅白吼用體到全球就動態嘅關係啦，因為有想講，假使你可以給白用體好多那邊，就海洋，嘿，有想當嘅巴厘島海嘯嘛，有啊，嘿，台灣本身就會多嘛，係冇，假使按你附上海洋按你大上來，按到民眾嘅那片魚。就淹沒了，嘿，就淹沒了。講到按強鬆，係嗎？講到按強鬆，這計量時可能因為整個海水、整個海洋上升嘛，可以用嘅水不升起來嘛。就你看北極還有南北極呢邊強陽，其實保護地球溫度嘅地方，等於講地球冇變相嘅，冇冷氣機，熱嘅時間會吹冷氣嘅，係冇？佢冇嘅，你佢翻嚟啊。熱的時候你要幹啥？就會冇冬天，當到東西就冇好食了，因為像台風會臭嘛，濕婆嘅地方，濕婆嘅地，佢就係動態溫差咩，下擺就冇啊，就純台灣就等於熱帶島嶼啦。係啊，因為濕婆嘅愛陰熱嘅時節、清寒嘅時節、清冷嘅時節，就會有嘅濕婆，因為佢嘅溫差清態嘛。嗰所以後都冇濕婆嘅好食嘅。係有當東西就冇，當到東西都冇好食咧。嘅你嘅意思吼講起來像清飯嘢用嘅嗬，冇意思講其實係清洋葱嘅問題嗬。嗰所你看一下你嘅熱天嘅時節，溫度會有40度，嗬，愛吹，可是你會做清定營養冇，因為有40度嘅問題，古所你要開嘅冷氣，嘅冷氣吹得行較大，因為你冷氣吹得行較大，結果嘅溫度行較高，所以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對，古所你要怎麼樣呼籲你嘅鄉親朋友用個傘咯哈？其實大家就要減少按呢使用啦，還有你要去立即的關心，其實大概講天用它就綁它嘛，係嘛？你咪做到節能減碳啊，減少一個電力啊，都按呢小生活中的小細節，其實都要注意啦。平常時熱天嘅時節，用冷氣嘅時節嘅溫度唔好開到暗大，你唔好暗大。係比如講26度、27度之左右，唔好開到嘅22度嗬，因為佢強大嘅。用嘛做一點點嘅事情有嘛嗬，還有嘅就像你講嘅平常時嘅天啊，做啲綁體嘅時節都綁體，唔好輕用。這就是一個小小的小細節，safety 風，我聽說你要做啲細細嘅。力量吼，做啲按用高，還有其實剛才講到雨林，對不對？跟雨林嘅這個濫砍濫伐，跟問題要清洋蔥。比如講，像那邊有很多的青島嘅熱帶雨林有很多的棕櫚樹，棕櫚，因為佢有棕櫚樹，因為佢有大家嘅很多嘅廠商用到嘅棕櫚油，有冇嘅？其實唔係講用嘅種東西做唔得，唔講而係講過度。我們你講的都會過度，迄講你用嘅鐵道誒，其實與抽成你嘅整個氣候變遷也是息息相關的。所以講像東西都有加棕櫚油，所以下擺去買嘅時間做得看一下，像化妝品沒有。化妝品。大概就還有牙膏。都想唔到嘅東西。係真嘅。還有泡麵，還有棕櫚油做嘅餅誒。有冇細條那冇嘅？全部都東西就會加進去，所以講假使冇去保護起來，下擺安尼破壞體嚟用解曬。你用解曬，硬咩唔掂啊？清定種，因為清態嘅雨林就冇咧，就沒有辦法，就是你知道，它沒有辦法就吸收你嘅二氧化碳。對，用地會吸收二氧化碳。拜託一下吼，過小嘅時節時常有搞好嘛。其實大家就地，安尼種事情會發生，問題真係愛保護愛出來跳出來嘅時節冇人去看啊，所以講。
也是每爱做安尼投入一个动力啦。真正爱破坏安尼个意念吼，清洁，唔过爱恢复爱清救吼。好，古说讲安尼讲到意念吼，基本伊个这个意志有带来一个细细个短片，有冇吼？安尼也哈会请安尼个乡亲朋友来看一下意志带来一个样片。Halo, nama saya Rusmadia Maharudin dan saya bekerja sebagai juru kampanye hutan Greenpeace di Indonesia untuk menyelamatkan hutan Indonesia yang masih tersisa, rumah bagi 500 harimau Sumatera dan hewan lainnya yang masih tersisa. Donasi Anda membantu kami untuk melakukan kerja-kerja penelitian di lapangan, pemetaan, pertemuan dengan berbagai pihak, dan membantu kami untuk menemukan solusi bersama komunitas yang hidup di hutan. Kita berbicara dengan masyarakat di seluruh dunia, karena bersama kita bisa memaksa perusahaan untuk menghentikan deforestasi dalam rantai suplai mereka. Ada solusi yang tidak berakibat kepada kerusakan hutan. Kita ingin minyak sawit yang bersih. Kita meminta kepada merek-merek kesayangan kita untuk mendengar suara kita. Atas bantuan supporter, kami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古说一下看到嘅这些意志带来嘅短片，看到嘅做的地路讲嘅係青岛嘅人去。做嚟講去砍伐這個棕櫚樹，其實佢影響係增進生態嘅。這上面一睇啊，因為我講，你看，周子就會用樹誒，加工嘅棕櫚油就沒用動的東西。你看有相關嘅地度，應該動到原生物種嘅動物嘛，像家有看到黑尾咩？還有個老虎誒，其實還有熊誒。太凶，還有個樹賴河，全部就因為人過度的使用，所以講他們漸漸的消失了。是太被懂可憐。故說其實個因素是環環相扣的，做點啱講有冇？你看樹沒有了，佢被影響到安尼個空氣，唔過個原本喺度個片個安尼個野生個物種也會消失的，也會沒退。要影響到我們的整個氣候。更重要的事情，其實佢帶來嘅就是一個，就像是一個，互相相互影響嘅問題。係的。所以其實要呼籲呢個朋友喺講做得用，唔過咧唔好用鐵刀，唔好用鐵刀。我也係愛同大家講嘅，其實除了雨林之外咧，你特別你剛講到紙，對不對？因為你看那個夏時嘅時節，有冇大家看書嘅時節特別用到嘅就是那種紙。對紙，其實紙真的是大家會知道講，如果做得還是可以盡量用嘅回收紙，對不對？其實回收紙用起來也唔會唔好啊。係啊。吼，咁奇怪啊！大家就會安尼用。其實嗱，大家講就是個速度啦，消失嘅速度好嘅，因為人去調查過。佢太陽嘅2點鐘哦，120分鐘，佢就走得到大安森林公園，差唔多4集就冇啦。東向無東家，像那個體內呢，他們會種加工的棕櫚油，那棕櫚油裡面，它就是為什麼會種，就是速度價，上個速度價使用效率又高。問題種嘅嘢樹會有講知道嗎？泥炭地。泥炭地你會釋放很大量的甲烷，就會二氧化碳你看你就會是所以講環環相扣二氧化碳有特別講安尼東西，溫室效應的問題又出來，所以講大家共
我说讲起来吼，要破坏其真假，我维护其吼真慢，还有乜个青洋葱嘅破坏聊一下，等下咱再来。